228年假结束，今仔台股早起是以22,734点开盘，盘中是落超过400点哦，落尾收盘是落296点。台积电一开盘就落40块，加上是有收掉1000块的关卡，收盘是收伫1020块。其他联发科、联电等电子股大部分嘛拢落。8月台股开盘有改变，受到228年假的期间，市场放出几项利空的消息，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加拿大甲墨西哥的关税要如期生效，也有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，两个人煞讲了无欢喜，唔但互各国行一条，股市嘛连带受影响。台股初三开盘以22,734点开出，盘中捌大落超过400点。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修正，它关税变来变去哦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川泽会，就是川普跟泽伦斯基的一个会谈，不是太愉快，那引发市场上的一些比较动荡的这样的一个因素，所以讲川普效应就显现在这两个，在上礼拜。专家分析，受到台股这个月也是弱中带强，卡加了后加权的走势，后续川普的政策，拢会让市场有无确定的因素。也若宽达股台积电，初三一个开盘就大落40块，后来有落较少，加在无就破1000块。也若其他的电子类股，亲像联发科、汇创、联电甲国际，嘛拢规片青的青。分析师认为讲，台积电下落，甲最近辉达公布的财报有关系。担忧呢，这个 NVIDIA 的一个成长速度趋缓，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未来的一个业绩展望？川普的一个关税战未来如何因应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，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，这个会造成了台积电短线的一个上涨压力。最近阿股受到美股大力的影响，嘛跌落一个真厉害。不过分析师认为讲，台股也有支持的点伫，后续也要继续关注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